預報未來嘅國度——英國氣象體系嘅秘密。英國嘅天氣多變，但都造就咗佢喺氣象科學上嘅世界領先。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 ECMWF 最近宣布會將總部由雷丁南部嘅 Shinfield Park 搬入 University of Reading 校園入面。呢個唔單止係搬遷，而係一次制度性重組，科研、教育同國際合作喺英國氣象體系中重新合流。ECMWF 成立於1975年，係由35個歐洲國家共同組成嘅政府間機構，負責全球中期天氣預報，即4日至15日內嘅大氣模擬。佢運行住歐洲最強大嘅超級電腦之一，擁有世界最大嘅氣象數據庫，其模式輸出被各國氣象局廣泛採用。呢個機構唔係歐盟部門，所以唔受 Brexit 影響。即使英國已經離開 EU，ECMWF 依然留喺英國運作，佢嘅法律地位同財政機制都維持唔變。呢個正正說明咗英國喺氣象合作網絡中嘅中心位置。雷丁大學嘅氣象學系就係學術同人才嘅基地，該係喺全球排名名列前茅，課程獲皇家氣象學會認證，涵蓋氣候動力、數值預報同大氣物理。校內嘅 Atmospheric Observatory 全天候運作，俾學生直接參與觀測同分析。多年來，雷丁大學同 ECMWF 保持緊密合作，透過 OpenIFS 項目共享，研究用資料同模式，培養學生使用世界級預報系統。ECMWF 搬入校園後，雙方將喺空間同學術上更緊密結合，形成科研同教學互補嘅新局面。另一個支柱係位於 Exeter 嘅英國氣象局 Met Office， 佢係全國天氣預報嘅核心，亦係世界氣象組織嘅訓練中心之一。來自非洲、南亞同中東嘅年輕氣象學家喺呢度接受培訓，學習衛星監測同數值模擬。佢嘅 Foundation Operational Meteorology 課程以實戰為導向，培養能即時應對災害嘅專業人才。呢種培訓輸出早已成為英國嘅軟實力。大學育才、中心研算、氣象局應用三者形成自洽嘅閉環。英國嘅氣象體系唔係單點領先，而係制度性優勢。當 ECMWF 嘅新總部喺2027年啟用，雷丁將成為歐洲氣象之都。呢座城市象徵嘅唔只係科研力量，而係一種國家態度，將天氣預報視為公共服務嘅核心，將科學轉化為社會安全嘅保障。天氣預報睇似瑣碎，實則係文明同自然對話嘅前線。英國能喺呢個領域長期領先，靠嘅唔係偶然，而係一種結構性嘅自信。當雲層翻湧、氣壓變化，人哋可能只關心聽日會唔會落雨，但喺雷丁同 Exeter 之間，科學家們正喺預報更遙遠嘅未來。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贊同訂閱胡思動明頻道，下次再見。